天气热，纷纷有民众是照气象署的数据来做出一份统计的报告，讲全台湾各城市热到30度以上的日子呢，台南就有186天，是排全国第一名。等于讲，这一冬就有一半的时间拢是晴短的天气。 徛倒摆惊晒日头，甲规身躯拢包暗暗。若无做防护的民众嘛，赶紧用手来炸日头，因为天气实在伤热。最近全台湾各地头温度拢超悬，有民测白种野根据中央气象署伫1991年到2020年的数据指出，各地头当年温度有超过30度的日子，台南有186天，是全台湾上济。等于讲，伊当年都有一半的日子拢超过30度。受不了。 那怎么办？吹冷气。我不能确定，但在这里的话，真的超热。测站所在的纬度影响很大嘛，但是呢，也要看那个站，例如说距离海的远或近，因为离海比较近的话，它就比较容易受到海风的调节。那再来，也可能跟那个地方的地形有影响。 温度继续唱悬，台南的名产之一关庙边，伊的招牌就是天前晒日头为主。不过日头若准伤美，就要缩短晒日的时间，若无面较会长起，造成热伤害，电导影响品质。如果像这种天气啊，你还是2个小时给它曝晒的话，那面体会造成面体比较容易断裂。通常的话2个半小时，现在只缩短到1个半小时。 最近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各地头的天气大部分拢是好天小热，过到会落西北风。南区气象中心嘛呼吁民众出门就爱炸日头，加啉水，才袂中暑。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。